时间是1983年，当时身为记者的黄世敬，突然间伫新闻顶看到熟悉的名字。黄世敬是嘉义东石人，家族成员较济。伊甲年岁较晚的小弟黄世忠感情较好，因为家境清寒，小弟互人收养，一直到要成年的时阵，才倒转来认亲。煞落去，伊就去行船。后来虽然拢无用家己的事业，伫和你斗阵的时间当中，伊听到小弟伫海外有接触过台独联盟，对一寡报社为党国讲话，感觉真不满。想袂到讲，小弟不满竟然化作行动。带念兄弟的情分，黄世敬伫事后帮助黄世忠逃到海外。家己却因为创立贩毒的罪名来受押。1988年出狱了后，伊同款咧做记者，但是1990年的时阵，已经伫国外成家立业的黄世忠，却传出讲伫巴拉圭去互人暗杀。黄世敬想要请假出国，但是却因为提袂出良民证，干来当请朋友斗相共处理小弟的后事。这互伊深深感觉，无自由比死也搁较艰苦。高雄政府一间卖红仔鸡的餐厅，店内有真侪司法字帖。作者是温顺好礼的店头家，嘛是1983年牵涉到2波爆炸案的黄世敬。当咱邀请受难者家属电电门来甲拜访，甲黄老板讲这段白色恐怖的患难经历，其中的死亡甲重生之路。王大哥，敢会当甲阮讲一下，为虾米你60岁的时阵会决心来开店？我因为一世人哦，家己感觉真侪代志做，就是失败，还是无恒心，拢袂当坚持，也无外口的干扰足济，我感觉一生无成，一世人哦，等于无一项成就。但是哦，伫每一遍的失败，我并无认为讲我着失败啊，我拢感觉无要紧，当作一种经验。我人的意志力，我拢有伫，至少我要生存，要我都食，要我都足健康的伫面对我的人生。所以到了50-60岁的时阵，我想看做看有一项物件，至少我做会成。看学生。我熟悉黄世cường的是1990年，已经伫1988年出狱，尾下去首都去报做记者，我是伫咧自立早报做记者，所以我走新闻有拄过。我知影伊，伊迄阵已经是因为这个联合报甲中央日报的爆炸案互关的吼，已经出狱啊。伊会当提早出狱，是因为蒋介国过身嘛，1988年过身所以又去用减刑。但是后来尾我就知影讲，听讲伊小弟过身。伊有咧讲着，伊要出去巴西帮伊小弟办遐个后事啦。不过听讲伊袂当出国，因为有坐路过，所以袂当出国，伊就无法度出去。后来才知影讲伊互我另外
因为做无业的关系，走私会搁去用掠去关。敢会当甲阮讲一个是，你是为虾米去做政治的家务？迄阵伫咧民国72年，等于1983，4月26，阮小弟哦，用迄个007的塑胶手提箱哦，内底有汽油，去甲放喺联络部，中央日报的大厅，联络部的电梯，听讲连政管局也有放啊。阮小弟是安尼讲，讲这3位吼，伊甲放喺迄定时的汽油弹。为着要经过迄阵中央日报甲联合报遮，拢足极端，拢一直讲国民党好，拢骗老百姓。阮小弟甲讲的是安尼，讲规个老百姓，台湾老百姓拢会骗，骗大家根本就唔知事实的真相。所以伫迄个时阵，因安尼为台独联盟派伊转来。我即马来讲黄世耿本身甲台独联盟没有直接关系，迄是因小弟，因小弟叫做黄世忠，是迄个第5个小弟，迄个小弟是2岁就分人，就分出去，一直到16岁才烧人啊。尾来呢小弟行船，走去南美洲去巴西，伫咧巴西。南美洲迄阵已经是发生美丽岛事件，所以有一寡海外台湾人，特别是台湾人的团体，像台独联盟，迄款团体非常愤怒，就是讲哇，国民党掠遐济拢是党外优秀的精英，什么吴信介啦、张俊宏啦，什么林义雄，特别林义雄因老母，甲因2个相生的查某囝拢向台死嘛，所以这个代志引起足大的台湾人的愤慨。迄阵的台独联盟内面有人主张用迄个暴力的手段来对付国民党的人，所以因迄阵就咧提起讲要找人倒转来台湾更炸弹，所以。黄世忠伊就是对海外倒转来台湾。伊伫即个4月26进前是拢带伫我遐和我做伙，连要爆炸进前，连要炸弹的时候也拢我看。但是我讲阮小弟无迄个胆啦，阮厝人足鼓意的嘛，足鼓意那想可能讲尔，唔知影讲伊真正会做。但是这拢无引起人伤亡啦。所以无人受伤还是无人死去但是这个案就是互国民党一个警惕。伫阮小弟都发生代志以后啦，我就想讲是要安怎办？阮小弟出去尾问的伊公司的经理、业务经理这个名出国较无困难，要做生意嘛。台湾的经济迄阵也无好，就按算讲要做生意这方面应该拢会准。自4月26爆炸了后，到当年的6月23，就紧互伊成功已经坐飞机出去啊。尾后就是这个代志，国民党嘛，伫海外的人用真侪迄个精神去注意伊嘛，开始。要安怎要掠伊转来但是伊巧伊知影这个代志，伊伫海外伊无法度，所以变做因阿兄黄世耿代替伊去用关，讲伊倒转来台湾放汽油弹，这个爆炸案的时候是转来台湾是带你啊。这个代志到10月18，当年的10月18调查局来甲掠伊，这我怎因为掠无阮小弟，怎掠我拄少。但是你讲伊调查局摕互你的资料内底是阁有，伊内底我看过咧，有看到我生活的相片拢远远安尼翕，迄个相片明明都远远啊，可见已经伫咧10月18进前已经监视我一阵时间啊，拢有
拢有翕相啊。嗯，啊，可能我知影因的目的是要看我到底哦，是有含这台独联盟啊，啥物人接触无？啊，我迄阵足单纯的，我就敢若阮小弟搬出去，我就做我的佣人啊。因为即马就是政府有档案开放，就是你会当去查，搁较早进前想讲调查局因在干系列的档案，会当去看，会当去查。哦，那会当查。就包括你小弟的嘛会当去查，是啦，这若有需要的，当然。啊，但是真我感觉，迄是过去是颠倒去。好，好，有台北。好。王大哥，敢会当带我去看你出席的所在？哦，迄当即伫嘉义当少咧，离高雄遮点外钟的路咧。不要紧啊。啊，尤其嘛，真已经破破烂烂，因为我遐即马拢无人住，无人住吼啊，有猪的尔啦。不要紧，不要紧啊。当做伙去看。这算阮妈妈的厝，啊，阮爸的祖厝是伫咧蒜头，离遮敢若无偌远。啊，但是阮爸拢来搬来住伫遮，阮细汉就拢伫遮出世，伫遮大汉。你有几个兄弟姊妹？我有等于有7个兄弟姊妹，6个查甫，1个查某，查某上细汉，啊，我是排行第5个。啊，阮弟弟是排行第6个，迄个早联合报、中央日报排行第6个。黄世忠。嘿，黄世忠排行第6个。啊，个安大家出世，伫遮出世了，黄世忠差2、3岁就互人去啊。个感情拢足好。较早农村的社会吼，农村的社会兄弟啊、兄弟姊妹，大家拢足好啊，足友好。哦，大家友好啊，足好。较无袂计较啊，袂手啊，当该倒的倒啊，细汉的时阵啊，拢。啊，你甲你小弟敢毋敢来过遮？唔係，我唔捌还没出门，因为细汉3、4岁就发人啊。哦，就互别人饲啊，到16岁才转来。转来了后，我嘛已经超18、9岁，拢家己咧无用家己的代志啊。啊，伊上去行船，所以阮其实私底下兄弟啊斗阵的机会足少，哦足少，只是大家知影兄弟啊来你来找我，啊有我都甲你照顾，我甲你照顾，只是安尼尔。哦，迄个亲情无问题，但是吼，要搁像囡仔时阵安尼斗阵啊，算斗阵。谈天说地安尼，几率足少，敢若有啦。就到尾期哦，伊等下要做迄个爆炸案的时阵哦，来伫我遐咧困，啊，我暗时啊兄弟也会开讲，讲一寡伊伫咧外国生活的情形，讲一寡伊参加台独的情形，哦，台独联盟，啊，甲1991年哦，伊向暗杀掉伊。你是安怎知影即个消息？我迄阵我都还伫《首都早报》秋刀早报哦，算总编辑，伊遐也有国际新闻，不管是拢一直传入来。哎，讲差不多暗时啊，咱遮报纸暗时啊，等于你还要早时啊，日时去用暗杀掉了后，迄个消息就传来咱个暗时嘛。啊，我都咧写稿时，人总编辑叫人来甲我讲阮叫我过。甲我讲，恁小弟去用暗杀，伫巴拉圭去用暗杀掉去啊。因为总编辑熟悉你小弟的名。知。知。因为我的身份伊也了解。哦，我因为是安人去坐政治路，伊拢知影。啊，阮小弟去用暗杀掉的，迄算我那一个大新闻啦。因为是国民党通缉的人嘛。所以应该是讲，为你互人掠去。到伊过身，恁拢无见着面。拢无见着面。啊，我大人生都有时啊，都甲救伊一条命嘛，无法度讲规个拢一直听，还是去为了安尼去要求啥物证啦啥拢无。就是拄则讲的，迄个过程，你敢有啥物遗憾无？对，这遗憾我是感觉。
伊迄阵等于才一个无到40岁，30外岁，虽然讲有生一对查某囝出来，但是人生感觉伤短，尤其伊的表现啊，有法度到今仔日吼，变做敢若原来王英男共款嘞，原来变做一个英雄。结果伊遐早就走，就感觉迄是伊的命运吧。无咱兄弟即个时阵会当见面，会当搁相处吼，真正是一个足令人羡慕的代志。安康招待所吼，伊原来是属于吼，迄个法务部的调查局，因为侦讯的机关，迄个所在吼是无有外口人知影，所以外口人毋捌去过。因要侦讯的人吼，要带去到遐吼，眼睛都要被蒙住，坐车甲你洗。互你唔知影，这是伫倒什么所在，所以有接受过访问、接受过国家人权博物馆访问的人有包括美丽岛事件的这个受刑人吼，包括张俊宏、陈菊、姚嘉文，因拢捌讲过，因拢唔知影是伫什么所在，你就出现伫遐个侦讯所，迄个侦讯迄就是等下你回答的问题是接近你满意，若无，你行啊，若无咧，我互你困，24小时，疲劳侦讯，迄款来你爱困甲嘛无法度，你眼睛只要一睁开。继续再问，不然就是一遍过一遍写你的犯罪自白，写到因满意为止。迄款的侦讯的地方，就是要在很保密，外口人唔知，过来，起码你嘛找无路，那个地方过去就是很神秘的单位，因为你连伫什么所在。去用侦讯，你嘛唔知。这间专门关我。这间专门关你。这间足大间的。这就全关我一个人尔。那阵文成伫咧家遮吼。来遮审讯，拢伫咧因遮摆条桌审讯，包括咧食饭嘛，拢伫遮。审讯了后，因遮拢固定有一个人咧陪我。所以你的房间就是你家己一个人。我家己一个人。阁有一个人。这是因迄个官方的人，官方的人伫遮负责咧甲问话啦，还是值班吼，到遮随时监视我的行动，看有啥物无共款的无。所以你在困的时阵嘛有迄个人嘛伫遮吗？有啊，拢不管是人拢伫遮，所以电工啊拢规个拢倒的啊，拢无暗时的。我有看到这是隔音帮哦，上面也在惊你去自杀去弄壁，自杀咧用迄个隔音帮因软性的嘛。声音嘛袂走出去。你遮是安怎画安怎遐，若阵甲你隔离起来，你根本外口听袂到声音。这窗仔伊嘛拢关起来，窗仔嘛拢关起来。但这间就是足安静的。足安静的。你头拄看迄拢细间的，这间大间哦，因为我迄个案，阮小弟做联合报谋杀案了后，因破案，这个要交代人已经走出外国啊。要交代人存我尔，所以敢问我都查出这个案例了，所以变做
主要叫我怎住这间，迄几个月拢操拢伫遮。但是阮会当看到这个房间其实有一个，迄是糖仔还是？糖啊，因迄阵毋知安怎都隐藏起来啦，隐藏起来，算你其实毋知看。影。我其实毋知影遐会当看人。迄当阵几个月的时间，你踮遮，伊个感觉是安怎？足惊遐还是？袂什么介意啊，因为最后我即个代志哦发生了，等于我救阮小弟一个命，一条命啊，所以我其实也无家庭，有家庭了，等于家己大家庭尔，大家庭哦，我也无娶某，无囡仔，遮无迄个负担，所以哦，我真放松，我感觉救着一条命得得啦，甚至讲我若嘛你讲为这个代志去过完了去警察调去，我嘛毋惊，因为对我无啥物负担，所以伫遮我真得安心在遮。反正你要问啥，我你写啥，要做笔录，我嘛听我随时写互你安尼。征信啊，拢伫遮呀。哦，伫遮问啦，写笔录啦，啥物代志拢有遮联络。甲每期有诶叫我甲阮小弟联络，看会当甲骗倒来袂？迄阵就去迄个较大间遐用有电话，所以叫我用电话敲过巴西互伊。但是你敲电话敲互恁小弟，敢有找着伊？有啊，我敲互伊，照调查局的意思，我怎啊照因的意思配合因，敲电话和阮小弟联络着了后，叫伊转来台湾。叫转来台湾，讲妈妈咧破病，你爱转来。结果事后我才知影，讲有转来到东京，来到东京了后无转来台湾。等有甲骗转到东京，伊若转来台湾，就掠起来就无影啊。拄则讲到，伫你转来到日本就无转来台湾，你知影是啥物原因无？我是毋知啦，但是事后吼，阮弟弟去互暗杀掉的时阵吼，我要去巴西甲伊处理伊的后事，结果要去的时阵，因为巴西遐是爱良民证吼，我因为叛乱，有一个月叛乱落，所以我无良民证袂当去。尾后我怎啊去日本？拜托迄个台独联盟的人，我才甲因联络，然后去到东京，因甲我交代咧讲起，才有讲起阮小弟来到东京的时阵无倒转来，可能我和因联络有关系，有和因联络，怎无转来？所以也等于救伊家己一条命。这房间，我知影来的时阵，规个拢关起，拢锁起来，毋是锁起来，都规个门拢关起来。黄大哥，你互人掠你来遮问，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差不多知影是2个月至3个月啦，确实的时间我毋知，因为每个日遮也是日时每时都永远分袂清啦。我想入来遮了后，过足久的时间，然后我甲伊送去迄个警备看守所、军事看守所，咱真诶不予移植遮。才移去遐才开始小可过正常的生活。咱牢房内底，甲检察官、军事检察官甲你判刑啊，甲你起诉，然后判刑。黄大哥，你的案是互人判刑判偌久？我的案是以叛乱罪吼，以藏匿叛徒，完了叛乱罪，会甲我判10年。10年。甲我判10年。伫10年，等于当然若以叛乱罪吼，听好2条伊就听好你随判死刑。但是我的代志吼，算干了藏匿阮小弟尔。但是阮听讲后来你互人送去绿岛。伫个我来警备遐细山工厂，头1年左右哦，阮就送去绿岛去啊。怎啊送去绿岛？去到绿岛，才关到民国77年的4月2日。
你敢有印象会有偌济人甲你做伙去绿岛还是？我迄阵迄批做伙去，敢若6、7个，6个7个尔。哦，迄批内底，也有一寡是与会当中算，毋是纯粹是政治事件的。啊，无走渔村啊，走私安尼。知影是安尼的。去绿岛的生活，你敢有印象？有吧，当然绿岛的生活印象上真深的，来伫遐几啊年。哦啊，伊的遐的生活，我那含伫遮台湾遮的工厂共款。伊我那甲你关喺围墙内底，然后你自由自在。每工早时啊6点就咧开，暗时啊9点关起来。啊，中迄时间你著该食饭食饭。你该去，我像伊分配伫咧顾图书馆。哦，顾图书馆，所以我会当内底一部迄个书库全书几啊万本。有天文地理，什么医学，逐项拢有。哦，所以我伫内底哦，其实得到袂少物件。我敢若人讲人生哦，你若把挡路石化为垫脚石哦，反而是一种变做个，互你爬较悬的。听讲你阁有写毛笔字？嘿，毛笔字有啦，我家己本身是用我家己的字，因为我无拜书学的，无含书法班啊老师啊咧教，所以哦，家己的字落去写尔，啊，我家己的字还可以啦。迄当阵就是为去绿岛的时阵开始的吗？绿岛的时阵开始写啊，开始加看册。但是10年的时间，就是你互人送去绿岛的时阵，是拄着台湾解严。嘿，我这10年中间哦，尾啊我坐4年半。哦，10年的落坐4年半的原因就是哦，甲我民国72年入去嘛吼，72年的10月入去，啊，结果甲民国76年6月30解严，解严哦，结果政府啊，这政治犯，所有政治犯拢甲刑期拢减半，所以大部分的政治犯伫咧7月1日哦，差不多放啊10分，放9分啊，差不多剩一分尔。所以阮这啊刑期啊还袂到的哦，结果敢为绿岛关政治犯的这政治感觉敢移过司法，原来绿岛的司法感觉，像和我斗阵过也有上有名的王英南，咱的立法委员王英南，哦，伊早谢东闵的手，这个王英南，伊和我斗阵拢过伫啊，甲过当年哦，民国77年的正月13，蒋介国死去了后，敢若4月22的时阵哦，政府宣布讲哦，佮甲刑期哦，每一个因为蒋介国死，佮减1/3。啊，我迄阵已经坐4年半。10年减一半，剩5年，5年佮减1/3，剩3年4个月。啊，我坐4年半，所以阮随当出来。哦啊，所以有感觉真爱笑的，就讲哦。所有的阮这哦政治犯啊，为着拢或者总统，即迄阵的总统啊，爱你生就生，爱你死就死。哦，包括阮的所有的案件嘛，因为讲是背叛掌权者啦，背叛迄个国家的掌权者，结果掠入关啊，结果足爱笑拢啊，阮会当出来是因为掌权者去死去。迄当阵拢是蒋经国，迄阵拢是蒋经国。哦，蒋经国伊做总统做甲死啊。
那么是个再一次欢迎谢金兄来到咱的这个现场吼，甲咱的这个观众吼，嘛甲我吼分享你经过这个人生故事。咱拄仔所看到就是这个人生，我感觉是上青春的时代。结果你说伫个这个江路内底度过，我感觉是黄金的时代啦吼。当然。嘛是为这个画面看到吼，就是你应该有足侪复杂的心情。但是当然就是讲人生有足侪这种挑战嘛好吼，也是讲困难嘛好吼，但是你嘛是个选择勇敢个徛起来。所以你为这个就是做这个政治犯的这个毕业了后吼，你出来嘛是。找到一个我感觉真好的头路吼，嘛是会当为着这个社会会当讲一寡话吼敢会当讲看卖。是啊，伫绿岛离开绿岛了后，其实迄阵的政治环境虽然讲改严，这是因为李登辉接总统以后，吼，咱感觉李登辉的开放。较活本土化，其实伫个基层哦，迄个一般的公务人员来讲，大部分拢也是国民党系统的人，所以伫个改严以后，迄个阴影拢要伫个，迄个政治的阴影要伫个，要无影讲偌开放。所以我伫个1988年哦，民国77年的。4月22分出来，为绿岛出来了吼，是自由无毋对，但是吼要找头路要啥还不容易，所以我出来了后，为着要生活，我总袂使过啊向兄弟姊妹讲来依赖因来生活，所以我就落去开计程车。伫迄个中间，我开1年外要到2年的计程车。然后知影讲小岛查甫咧。征记者，然后我才去小岛查甫应征，是安尼。所以迄个时阵，你差不多已经35岁啊。35岁时去做记者。我听伊讲，即个记者有即个年岁的限制。是啦，小岛查甫当初因为等于新创的报纸。所以伊规定是20岁至35岁，伫这个年纪中哦，来做记者较拄好。我迄阵已经35岁啊，所以上紧绷诶。我知影讲，有风险啊，已经差不多。我人有甲我讲可能袂掉啊。我怎去找坑林上？甲伊讲我因为拄好绿岛关出来政治犯，看会当拄好安那机会。必须我过啊，哪会当有迄个机会，通个做记者的话哦，我应该无问题啦。我算可能上知影我是政治犯以后，伊就啊特别交代讲啥我录取。所以我就还没参加一般记者的集训的拢有啊。所以了后就开始你即个记者的即个人生啊，当时的迄个咱讲工课，咱做工课的即个环境，整个社会的气氛，我知影嘛是讲，大啊，就是已经社会有咧进步，嘛会较就是改严嘛。但是你迄个时阵，敢有感觉到甲进前敢有啥物差别？小岛查甫开2年尔，是安那会倒？因为一个报纸靠广告，迄个时阵已经拢改严啊。迄个时阵去甲小岛查甫做广告的厂商，无偌久就一定用查水表，互你看，还是讲查税单啦，啥单拢来。所以大家说啥要支持小岛查甫，连广告都唔敢看。你看了后，对你家己本身的影响。所以伫迄个情形下，甲小岛开2年了后，尾啊一工因为郝柏村上台，郝柏村要上台做行政院长哦，小岛查甫然后归去甲
头版哦，甲写字大字的字哦，过两工我就收起来。啊，当然，迄个时阵过两工，等于我无头路啊。迄应该算讲是咱台湾的新闻史真重要的一笔啦。吼，我咧读册的时阵，慢慢读过这段吼，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讲，就是我感觉新闻人吼，应该嘛是爱有体现因的一个决心，也是讲因的立场，对这个咱讲军人干警吼，嘛是会当发表因的意见。是啊，是啊。哎，我嘛是感觉足敬佩吼。是啊，所以这个代志哦，其实，互后辈的人知影，讲你有你的坚持，你有你的风格，啊，肯定上有肯定上的风格，啊，这个时阵做起来，虽然小岛早无干那开2年尔，但是伊的风骨哦，互大家后壁的人拢知影讲哦，做新闻就是安尼，今日无去我徛的立场，连我的立场我都无都徛，我规矩莫做，就是安尼。啊，迄个时阵嘛是有助理暗部，助理暗部啊。啊，助理暗部边上遐，迄个时阵应该是甲你嘛是算讲是战友的关系。阮拢战友，等于大家拢平平记者啊，尤其立场啊，拢差不多。阮拢较民主派，较等于迄阵了东华时代，东华时代。我是伫咧伊做首都早报会，是我熟悉伊。迄阵我嘛伫助理早报做记者，啊，所以有时啊走新闻会小拄了。伊尾仔伊嘛足感谢康连上，互伊做记者。伊嘛有甲我探听过讲，啊，你有康连上的电话无？啊，我连讲要甲感谢，要甲谢谢，啊是来讲啊，伊咯，到尾仔佮走私，为了无头路，为了生活做贸易啊，走私结果佮叫人来关啊，所以用关2摆啊，啊这实在是，伊是算真歹运、真歹命的人，啊但是伊坐2摆落了后，伊家己看清楚足侪代志。伊分正会清楚讲，啊，送对伊有温情，啊，伊找机会，就要共报答，啊嘛要用伊家己的拍拼的故事，要讲互人知影。所以伊尾啊，50、60岁才开始做家己的餐厅的生意啊。伫咧你的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有2摆的这个坐家的这个足特殊的经验吼。第一摆是算讲是为着弟弟啊去做这个咱讲政治犯，啊第2摆是因为这个走私的案件。这2摆的经验应该是真无共的吼。当然是无共款。第一遍的政治咯，迄是为弟弟牺牲。第二个。刚刚吼，因为我首都早报倒位了后，为着要生存，迄阵已经40啊，要我40啊，要我40嘛，我一直拢生活边拢空嘛，啊，迄阵你首都的薪水也无通领，嘛已经无会怎尾啊怎为着要生存，知影讲有山路通好落去做走私的工课，啊，所以到底下吼。毋着命无去，啊，毋着做好嘢人。吼，伫即个选择中吼，啊，因为无家庭，所以吼，较有孤注一掷，迄个感觉上来变，跋一摆个。尾啊，我因为有去走私，走私煞过用关一个，结果我用关10几年中间，刚好内底有办迄个空中大学的进修。我结果伫迄个中间，因为家己本身爱看册，我结果我今年内底吼，第一个报名去甲摕一个128学分的大学学历，我嘛摕着。啊，结果因为迄个期间吼，迄拄着我做我的高中的这个香港朋友，变做我的贵人。我本来是无路用人，啊已经拢负债啊，60岁啊，结果叫我到60岁啊，伊甲我援助。
我叫这个开这间餐厅叫大间，真咧做头家，主要是这个原因。所以失败的这家，结果变做是好的，互你一个事业的成就。你要讲的是好失败，这个角度足歹讲的。真尤其我拄着一个代志，打击有够济，打击济，但是我嘛愈每次打击我拢也应付过了，愈来愈坚强。人讲70几啊，我70几，我嘛是家己要笑伊啊。结果我应该死几啊遍，应该哭几啊遍，结果我嘛是笑伊在面对这个人生。黄世景搁再来到故乡的东石海岸，黄昏天边的火烧云，若像小弟短短的人生。曾经是金夜夜，外头却只剩遗憾。1983年10月初8这天，因为牵涉到小弟黄世忠的两宝谋杀案。黄世景被抓入去这间予人闻风破胆的安康接待室，这是一间感受不到时间流动的密室。真歹想象关伫遮的人是用什么款的心情承受政治人员的刑求，面对伫眼前的死亡威胁。所有为你身躯发出来负面一定倒来你家己的身躯。你若用正面的去面对的话倒来就是正面。本来是条死路啊，结果你因为正面的念头变做生路。我会使讲我家己本身我那是因为这个念头为死变死。搁再回到伊予人拘禁心门的所在，年过70的黄世景，伊的理所呈现的已经毋那是苦难甲折磨，更加是超脱苦难、开阔道心的重生之道。拄啊，伫个影片内底有看到世景兄伫个即个安康招待所，有写即个主法。我想要请教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开始写主法？写书法其实是大部分是要静心啦。我当然写书法，人一般你若要写毛笔拢敢若着爱有人通好教还是啥物我着家己感觉我家己的字来练好较水较正咧。其实真歹势，真正起笔收笔拢无经过人的老师，所以写出来是小可会看的尔。并无正式讲是书人个正式的书法的作品。所以，但是，你客气。所以伫个我店的时候，我挂出一挂，迄是主要，我真正有静心的效果，会当集中注意力。我那时间有够，我都家己卖个心卖浮啦，一款仔要东，一款仔要西安尼。所以书法我是有迄个功能。像真咧写，我写即个破窑赋算讲拢甲一寡历史上一寡名人因的好歹，因为人生的际遇无拢足顺的，这个一寡历史故事拢甲人的好歹两面拢讲出来，所以我这把破窑赋足有启发人的作用。世景兄拄啊讲到即个人生的故事内底会当看到你嘛有一种足武场的个性伫咧内底譬如讲我就搏一摆人生我就搏一届就好啊。所以是安怎是啥物款的意志，也是讲是啥物款的决心，会当互你逐摆互人安尼
拍长手骨颠倒用，是安怎？这是什么款的议题？我会使安尼讲到，这敢若为少年时的打击哦，一直打击，一直哦，惊东甲你跋倒，啊惊西人甲你挡路，惊南惊北，逐位都袂使。但是我嘛是爱行，我总袂说啥倒较死落去，无迄个代志。安怎行无要紧，涂骹恶落，为涂骹我嘛装出来，伫迄个情形啊，啊打击坐了，你看打击60年，阿捌坐落，阿捌去生死，阿捌哭啦，啥物代志拢有啊，啊结果至少活过来啊，到60岁也无成无就，但是我至少活落来啊，哦，这就是我那过去磨练所得的。对，这个。小兄，你来帮忙。好，这是最重要一个中心的信念吼。咱今日就感谢咱的这个小金兄来到咱家现场，甲咱的观众朋友分享伊就值得咱到店来学习的这个人生故事。感谢你，谢谢老师，感谢感谢。伫咧今仔日节目的最后，咱特别邀请到剧场艺术家李玉生，伫咧伊的手头转型正义的理念，转化做表演者身上万项服装甲道具配件，意义深远。今日真欢喜邀请到你吼，来甲咱分享吼，你即马上有名的即个顶港有名是啊吼，即咱逐个人拢足熟悉，就是即个饼场艺术团队吼，咱讲即个电器形象吼，即个艺术本身吼，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款的概念？就亲像我伫咧做电器形象的时阵，我有一对千里眼甲顺风耳，因两位伫咧古早时阵是咧保护出海人，到即马，科技嘛足进步的，对吧？有 Google Map， 嘛有卫星，对吧？以前伊的行为是要补即个不足的地方，伫咧即马现代，就是讲千里眼甲顺风耳，我的解说是伊着来保护咱的言论自由，而且免受监听甲监视自由。哇，所以讲其实是讲中国原本的这个信用的文化，伊其实伫咱台湾几百年来已经有在地化的这个过程。你想要把这个在地化的这个理路，你要透过你的艺术创作，会当用你的这个咱讲手工哦，我感觉手工迄就是上困难的这个部分。你用你的手工去讲台湾家己的故事。今仔日咧，早这个作品，敢会使替咱小解一下？好啊。这是一顶生命的帽这个生命伊看外表啦，因为咱台湾的生命的清查，其实拢是为戏曲的来的。即马真侪人伫咧做汉衫啦，汉衫就伫咧文化上，佫共款，互中国佫去拐去啊。你若是有了解，就是台湾的生命其实拢是穿戏曲的衫，这就是戏曲的帽爱戴这个帽的这个身份，伊是一个判官，伊是阴间的法官，对，让咱来了解。这个判官的帽伊就我们叫做华语叫做帽刺。我就是讲，咱台湾人民嘛是爱为着咱台湾的历史去无共一个所在去画伊的行为，所以伊的这个帽刺，我就创4个字：转型。正义，哇，就是希望咱这个台湾的判官的生命会当去咱台湾真侪不义因子啦，去分证嘛好，
就是也阁有台湾其实一个这片土地，也阁有真侪不公不义的一寡代志，伫个过去的历史捌发生过。啊，若是会当透过，我感觉这个艺术创作内底吼，有新的创作吼，让咱看到咱少年的一辈吼，安怎要去透过这个创作，互咱知影讲，咱其实台湾的转型正义也阁有一段真长的路，咱爱阁去斗阵打拼吼。今日就感谢有心来到咱的现场，跟咱的观众朋友做分享，感谢你。感谢。高中时期的李玉文笔才情真好，正少年就已经有全国性的闻名。伊的文笔，互国民党的副大组织救国团甲注意到，超工安排伊加入相关的组织，想要甲吸收。毋过料想未到，组织内底竟然出现反省救国团的声音。这阵所谓的文艺青年会拄到什么款的命运呢？